澳門咧地少人多啦，每一次咧一有道路工程咧，其實對周邊嘅居民嘅影響都比較大嘅。例如好似近呢2年啦，無論喺內港南嘅雨水泵站啦，或者係喺筷子基一帶嘅一啲渠網嘅工程啦，其實開展嘅過程之中咧，都對居民嘅出行咧產生唔少嘅影響。而且由於工期長啦，佢亦都會涉及到周邊咧好多個區域咧都會有塞車嘅問題。咁今年嘅道路工程咧都係會較去年為多嘅，包括咧喺黑沙環區嗰度咧將會開展大型嘅行人天橋嘅工程啦。咁呢度咧對於周邊嘅改道咧，相信都會有比較大嘅影響。咁所以我哋都非常希望咧，特區政府可以完善現有嘅一啲道路工程嘅協調同埋監察機制，例如都要就住呢啲道路工程嘅開展啦，盡早將消息發放俾居民，持續吸納居民嘅意見，亦都咧要減少重複開挖嘅問題。咁而早前咧，我亦都出咗個質詢啦，提出咗相關嘅一啲疑問。政府嘅回覆就話咧，近年其實佢哋都喺度優化緊呢啲道路工程嘅審批流程，同埋咧同相關嘅施工單位咧做好呢啲嘅方案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繼續加強工程嘅監察啦，因為有時咧都曾經聽過居民會講嘅，有啲道路工程可能封咗路、揭開咗路面或者掘爛咗之後咧，好似都冇乜人開工，或者個施工進度都比較慢。咁而且第二個咧就係亦都有啲道路工程咧，當佢鋪好咗之後咧，發覺好快又會有啲爛嘅位，或者會有啲問題。咁所以未來咧，除咗係一個道路工程嘅協調，避免重複開挖之外，亦都希望政府咧做好有關嘅施工監管，佢嘅進度咧能夠加快去完成，而且咧亦都要做好一啲工程質量嘅監管，譬如物料嘅要求啊等等，咁令到咧我哋可以減少呢啲重複開挖又重鋪或者不斷咧要封路，做好之後又再掘翻開嘅呢啲問題。其實做好呢啲協調咧，先至有效能夠減少道路工程對民生、營商環境同埋交通出行嘅影響嘅。